真正咱想看卖的哦。咱今日如果毋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有这个道德良心，跳无效呢，爱安怎？爱真。天地有真哦，天地有真啊，所以咱人爱大自然嘛，看到山有欢喜，看到海心情会好，心情是不是很愉快？为什么？因为天地从来没有掩饰它的道，天地都是真，是自然，是精神。所以我们在看大自然，赞哦，赞！一百110块，你也该加一个有机，加一个天然，加一个无农药。我甲咱讲，一百110变100块。即马啥物上贵？天然的上贵。咱人有尊贵，不过咱的天然烫去啊，咱的食性烫去啊，咱的天津口会烫去啊。人讲一句，咱要应两句；听一句，咱心内无欢喜。咱从来袂想讲，咱内底迄个咱今咱前人讲讲，迄个包容的心，迄个欢喜的心，走哪里去？无去啊！天地足自然，所以咱人的爱要去大自然，是因为咱内底失去，所以要去找迄个大自然。当咱内底的大自然圆满的时阵，你行到倒拢大自然的时阵，下道的时阵，当咱下道的时阵，咱就回到咱知影迄条路，咱会当安然的转来平安转来咱家。所以经典内底讲，迄个《道德经》内底讲，人法天，天法地，地法道，啊，道法什么？自然。回到自然，回到该走的路。《道德经》内底嘛讲，一生什么？二生三，生生万物嘛。下面叫回家？回家就什么？从这个复杂的心变成会当分辨善恶的心，会当知影啥物叫做对，啥物叫做唔对。讲回到啥物？无啥物对，无甲唔对，对3到2到1归零，安尼叫做啥？回家。复杂的心变成单纯的心，无欢喜的心变成欢喜的心，无自然的心变成自然的心，安尼叫做回家。各位同学，毋是你布施偌济，毋是你福德偌大间，嘛毋是你今仔日天公了偌济，上天无看这，上天看咱一条心心，上天看咱一条本心有下天地无，安尼而已。咱好心单位看起来资源无济。看起来好心单位福德嘛，毋是讲像别个单位讲咱遮尔大间。老师甲人讲，福德大间小间伊无在乎，人济少伊无在乎，伊爱道理因真修实练，安尼而已。要我们怎么样能够真修实练？毋免去管人偌济，福德偌大间，咱对咱家己讲哦，咱有下道无？有真修实练无？安尼较重要呢，哦。所以咧，咱今仔日做事情的，会当行这条路，会当回家。佛有三不度：第一，无言不度；第二，无信不度；第三，无缘不度。各位做伙食，咱有缘分无？咱甲佛有缘分无？有啦，头拄咱负责人佫讲嘛，讲咱若无缘分，即摆袂坐去食啦。毋过咱嘛想讲吼，佛做慈悲，哪有可能讲外道咧？佛心顶顶，哪有可能外道？因为无即个因缘。啥物叫做无缘无度吼？来，这是土地。今仔日有一条经济落去即个土地，好哈要问大家慈悲吼，即个经济要安怎互会当富个，会当开花结籽？要安怎来栽？爱压水无？爱压水，爱下肥，爱日头，爱温度，安尼直大，伊会直大下起，会生叶啊，直大对无？安尼叫做啥物？经济是本嘛？这所谓因缘聚会风土，才是因缘。有即个聚会风土，即个因缘，即个水果，即个果，即个经济，伊哪会开花结果嘛？是毋是安尼？是啊。啥物叫无缘无度？伊无这因缘啊，他没有这个佛缘啊。因为咱今日会当坐一下是累世6万年来所做的因缘咯，6万年来会当做善事，会当咱行功了啊，到今仔日咯。毋过有足侪人伊无即个因缘，咱入要来道的过程当中，伊会安怎？伊会起了无明，起了无欢喜的心，然
然后会怎么样？会谤佛。完了，这个罪过之后，咱有当想啊，安那去甲伊害咧，害他怎样谤佛？所以呢，咱佛经跟我们讲说，无缘不渡，不是不渡，有身边你若唔渡，毋过时间还未到。啊，可能咱对谁呢？咱今日时间到啊，这个缘分咱已经具足啊哦。吼，第二，无信不渡，没有信，没有相信，渡你也没有用。甲你讲来哦，来拜拜哦。本来我有赢啊，毋过咱吼半信半疑，都嘛无好，伊行袂出去。互我做一个比例吼，今仔日咱的经理，我做一个比例吼，咱经理讲，来，咱今日投资100块，一个月了后，咱会当得到6万块。这听起来像诈骗集团啊，有可能吼100块要赚6万块，那有可100块要赚1万块，那有可能？我今日摕100块互你，一个月了你要互我1万块，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哦？敢有可能？无可能。毋过经理讲哦，讲你讲无可能，人迄个负责人已经退去啊，1万块退去啊。领人嘛退去啊，足侪国家人拢投资啊，钱拢退去啊，相信我，袂甲你骗。啊，咱方面经理都主编嘛吼，伊就起来安尼讲嘛，啊无100块试看卖恁敢无？100块摕互伊试看卖恁敢无？会啦吼，100块摕互伊。啊，真正互你100块领着1万块，搁叫你摕100块，你愿意无？愿意嘛？互我想吼，毋是100块啦。迄田地厝地卖看，咱加摕几个1万块回来无啦？敢是安尼？诸佛菩萨甲咱讲，用100年的时间换10800年的成就，换10800年的千秋岁月。这个投资是稳赚无赔，而且诸佛菩萨已经赚着啊，人钱领去啊。好老济年，所有的老济年已经钱领去啊，咱地修大仙钱领去啊。正常经理钱领去啊，100块赚1万块，100年一世人赚10800年，会交出的无？啊，毋过咱敢有做相信的？敢有甲田地卖，甲厝卖，讲来投资哦？所以讲，师尊老大人无爱摕人家的土地，伊要天顶的土地，伊知影迄边所在是咱要去的所在，人家的土地安怎？照伊为理。互我做比例，互我对台北来台南佚佗2天而已，开班2天嘛，佚佗2天而已。明仔日我就要转来台北啊！啊，我来到一间饭店，5星级的大饭店，不管是啥物国宾饭店、5星级的大饭店，饭店内底装潢非常水，迄名床一顶名床几60万，迄下景嘛足水的。请问，互我去到间饭店，如果也甲厝内冰箱冷气、电锅拢炸去，会互饭店笑无？会无？我住2天尔，就甲冰箱冷气啊，即个金银财宝拢来搬你饭店内底，会互笑无？师傅就是安尼甲阮笑呢。人家你大几年啊，你买遮济土地，买遮济厝，啊，搁安怎电箱冷气拢直直买，到时安怎？无地人好搬咧。咱对牛而来，要等到牛的过程当中，所以物件咱摕袂走呢。即摆遮咱买土地嘛摕袂走，咱身躯边银行借偌济钱，咱嘛拢摕袂走。问题咱住2天尔买一大堆物件诶，师傅甲咱笑呢。所以啊，咱爱相信自己这一条路，咱是真真正正可以怎样胜凡艰苦，无爱我们抛家弃子，无爱咱去安怎？甲家己放弃，拢无共款唤醒唤还。咱该趁钱、该拍拼、该照顾时段、该照顾子女，咱去拍拼。咱有诶时间，会当诶时间配合着咱经理，配合着咱领人，爱来渡人，爱来救人，安尼胜凡艰苦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当圆满。第三，无缘不渡，无愿力嘛袂渡，没有愿力也不渡。啥物叫做缘？咱敢捌出国过？各位要捌出国过无？我头拄听一个国家讲，之前咱要大陆福州吼，要见过面吼。咱捌出国过，咱敢知影即个关？即个关是咱要出国的即个 passport。我要问一下吼，咱出国敢是爱扎一本细本仔迄个 passport 对无？护照嘛。咱若出国，
即个 passport 万一拍去啊，请问你会紧张无？即个 passport 出国了拍用偷摕去，咱会紧张无？为啥会紧张？袂当转来。袂当转来嘛，袂当转来条，你著讲我收水收转来咧，袂当转来嘛。各位前对遮主编吼，咱今仔日来世间，咱今仔日来遮出世是早啥物来？敢知影？早即本 passport 来。无愿，咱无心愿而来，咱无资格来台湾啦。咱若无心愿而来，无领即个纸，无甲上天讲我要来遮渡人的，上天嘛袂互咱来啦。接一个物件踮遐来做头柜，要互你来创啥？歹互咱来。迄是咱甲上天立愿讲，我要来遮渡人救人，我来做我应该做的工作。上天安怎？咱甲你一车的蒲果，咱甲你紧起来，讲无你去哦，安尼诶。如果今仔日咱把这个关放无去，放袂去啦，愿不能了，怎样？难打相还呢？你想要倒去，无可能呢。所以咱爱有关，甚至于讲，今仔日这个关系保护咱家己。咱讲人生是啥？苦海。互较比例，我住台湾，我要对台湾到金门，请问咱哪样去？坐船嘛，坐飞机坐船嘛。敢有人讲免啦，我游泳袂当过啊啦。我用游的对台湾游到金门就好啊啦。咱若要，但要即个苦海要用游的吼，要对台湾要游到金门吼，咱可能会用海运转去啊，会用沙鱼吼，迄大只鱼安怎接去啦？有危险无？有。上天为着要保护人，佛菩萨为着要照顾人，要保护人，所以互咱坐一只船啊。这个船叫啥物船？这个船叫做远船。互咱坐这个船，远大坐立新游轮，远无你落远无到大，拢着坐独木舟。毋过不管安怎坐啥物船，咱海总会海到对岸去嘛，总是能够大致会到彼岸嘛。所以讲问题是咱今仔日重点是咱即个船，咱即个船海啊破空。咱伫个远破空，迄个船破一空，你敢搁讲笑着讲好来啊，再见啦，我要来佚佗啊，行我金门啊吼，越南话讲海啊，船底破一空，咱敢敢坐？嘛袂安全啊，为什么袂平安？修办到遮侪年，10年、20年，为什么袂平安？修办到遮侪年，愈修愈有问题，愈修愈有困难。各位同学，咱个船破一空。破一空，佫无想要补哦，随在伊破，讲无要紧啦，我著为因仔来补啦。等咱沉落去的时阵，海啊，无时间人好补的时阵，头毛喙须白，无时间人好补的时阵，咱来甲老师讲，老师你无慈悲，前辈者无够疼痛，咱姜老师无够照顾，咱问咱家己，咱的船敢有补？咱的关敢有力敢有消？拢无，要安怎甲上天来讲调听？要安怎甲元清这主讲调听？无机会啦，所以爱知影路，知影路了，面对咱家己生死问题，日日生，日日死。咱其实我甲咱讲，大家拢爱当做生日，咱今年敢有入即个会购办甲新春晚嘞？有嘛？咱入会购完，就是互咱安尼对过去所做的罪过做一个忏悔。大家拢面对咱家己，吼，礼记汤之盘铭讲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过去古早的君王，伊借着洗手，借着洗身躯，互家己安怎会当亲近家己的心，家己的身体，就这因缘啦。咱毋知影头拄咱入来即个佛堂，咱敢有净素？有洗手无？有甲咱消毒嘛？毋是甲咱洗手尔，还佫甲咱喷酒精消毒嘛？为什么？要消毒咱贪嗔痴三毒，敢有遮尔啊简单？所以过去圣人神父讲，每天当成生日，重新开始，过去所做一切罪过错，不足的三倍，今仔日来忏悔，忏悔了，明仔载佫是新的一天，佫会当啦继续拼，继续较拼。大家拢安那当作生日，大家拢做新的一天，面对自己啦。过去咱都有不足，咱即马开始重新面对自己。安尼叫做啥？安尼叫做精进。师尊老大人问讲：道理啊，咱敢有精进？即摆遮咱敢有精进？来，一年有读过一本册，请举手。
一本经典，不管事事如意，军功经还是心经，不管有背一门课的，请举手，安尼叫做精进。老师讲，一年有度过一个人的，请举手。一年度一个人就好，365天度一个就好，有度人无？安尼叫做精进。一年会当改一个脾气，改一个毛病，安尼叫做精进。如果这拢做袂到，咱有啥物资格甲老师讲？老师，我爱参会，我爱离关。咱要讲，我们每天呢要日日当生日，我们无资格甲老师讲。修办到10年、20年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咱总是无法度达到修准啊？大家讲的标准呢？各位，准备叫咱困到，准备叫我问一个问题吼，咱有煮饭无？小可无啥意见。有煮过饭无？有用电锅无？好，请问电锅如果也歹去啊，你会家己拆起来修理，还是摕去互修理？摕互修理吼。啊，摕互修理，修理一礼拜算正常啦。即马师傅较歹做，一礼拜算正常吼。如果即个师傅修理电锅修理3年、5年、20年，还袂行你的话，你敢哪互伊修理？是即个师傅较含慢，还是我即个电锅袂修理啊？咱修理20年，迄物件歹还是歹，也无变化。修办课的过程当中，亲口述实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天气无改，就像即个电锅送去修理，送来不当修理，修理20年，还是歹的，还佫袂用的。请问是师傅较含慢，还是咱歹去？师傅是啥物人？咱知？咱济公老师是咱的师傅嘛？到底是济公老师功夫歹，还是咱做徒弟人即个歹去？伊歹修理，倒一种。像歹去，我毋敢讲老师歹去啊，我嘛讲我家己歹去。因为咱歹去嘛，所以修理袂好啊。修理袂好是啥个问题？是老师的问题吗？是负责人的问题？是道亲的问题？是同学们无甲你照顾吗？咱问咱家己，为什咱即家电锅歹去毋修理？逐工爱问老师啊，我啥物时阵会好？修理自己嘛。修有3支宝剑嘛。大3月咱是3支宝剑，咱这趁亲戚无解，你哪可能这电锅修理会好？咱这个头壳，咱这个电锅哪修理会好？啊，咱做嘛袂熟，啊，咱做嘛跳电。所以，我们修理不好，要问自己有没有苟日新，日日新又日新。如果没有，今仔日甲昨拢共款，咱无进步呢。到迄天时间来的时阵，啥物叫时间来？安尼啦。安尼叫时间来啦，日日当时日。时间来的时阵，无常甲明仔载向心来，敢知影？毋知呢。啊，毋知的时阵，咱拄着会恐惧无？来，听着这个生死问题足紧张，来唱一个歌好啊，跳一个，唱一首歌，唱一首老师的歌《回家的路》吼。
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大家会不？按说前提是我们有这么长的路可以走，因为咱甲因老王是好朋友，伊也无甲咱叫电话，也无人传带，也无人寄 email 哦。你哪知影恁倒一天是咱最后一天呢？咱敢知？唔知，既然唔知哪里是最长的路，今天是最长的路的最后一天，还是明天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南极仙翁甲人讲，日日当死日，大家拢爱当做最后一天来打拼，当做最后一天来肯定家己，当做最后一天来修炼咱的心甲咱的毛病。所以讲生死四大无常迅速，伊讲生不知来处，生不知来处，谓之生大；死不知去处，谓之死大。各位前辈讲，咱刚才咱对倒来对倒去，咱今日有求的，咱对倒来。刚才都讲的嘛，从无而来嘛，从无而来来到这个世间，然后嘞，对待巴来对待巴去，对无而来对无去，你天而来以后放以后正常来讲，咱是对无去你天去。中好啊，对待巴来，咱会拍车袂嘛拍到伊台东啊，咱会拍到伊边东嘞，袂啦吼，啊嘛袂讲免天文台遮大嘛，啊这个毋是阮兜台遮大，咱做来关系。咱同款的意思啊，咱来自于无。走向于无，天地大自然拢是安尼行，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咱袂当转去。为啥袂当转去？因为在这个生死的过程当中，在穿越的过程当中，咱的脾气、咱的毛病、咱的执着、咱的恶见，大家点点打打出来，所以让我们回去不了，回不了家。所以面对这个问题，唔免惊吓。我的爸爸80几岁啊。大概和他阿公课和他学习这个阿公有生死问题，讲到生死四大生死问题伊拢做生气的，伊拢讲淑美，莫讲这啦，你等下讲莫讲这啦，迄老菩萨年纪大，莫讲这甲人惊啊。好，爸爸做主编的，拢安尼甲好学讲啊。好学讲爸爸，你楼顶是有种花嘛？因为好学爸爸即摆拢楼顶有种一块花嘛。我讲你楼顶有种花嘛？我问你，你即个玉兰花，玉兰花开花有欢喜无？哪有种花开花有欢喜无？会欢喜嘛？阮兜玉兰花外巧，咱知。今仔日无开花，明仔载无开花，你也来讲玉兰落啊，明仔载要敬先父初15，你嘛开到你要来拜拜。伊明仔载煞开几60日，互咱去拜拜呢？会听话呢？外里下咧。所以阮爸爸最疼惜迄个玉兰花。我讲迄玉兰花，你迄个玉兰花囝也开花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啊，足欢喜啊！哎呀，冷气你会哭无？花冷气就冷气，是要哭啥？我讲是啊。咱人这个世界就像一蕊花，伊会开花，伊会安怎？会冷气，会凋谢嘛。花开你袂哭，花冷气你袂哭，人的生死，咱本来的生死问题叫做自然嘛。生欢喜，死咱嘛自在，安尼叫做自然嘛。为什么你管互我讲咧？咱来思考，互我讲这咱甲老菩萨毋通见怪哦。这自然的问题，咱拢来面对的问题，咱欢喜来面对。要怎面对？咱爱伊就家己家己甲咱讲，要怎来面对？伊讲，敢知影心从何来，事从何去？敢知影生的意义，死的价值？敢知影生有人道，死有天道？敢知影生是可喜，死是可如何的团队？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咱即马知影嘛？我们求到了，我们知道从哪里来，要从哪里去，方向、目标，咱个也有知。生死的问题，将来放在咱个手头，咱要爬去，还是要落来，看咱家己。无任何人会当甲咱斗相共，无任何人会当甲咱帮忙，只有靠咱家己。主宰着咱今仔日要往的方向，主宰我们自己的方向。那么生的意义，死的价值是什么？生的意义，死的价值是什么？咱人来这个世界有一个价值呢。互我做一个比例互我头拄讲天地，空气互咱食有甲咱收钱无？咱会有付钱互天地？无啦我甲咱讲，咱遮空气偌贵。互我过年之前去爬个山嘛，玉山前锋啦。好学因为第一届爬遮尔悬的
管的3200多公尺嘛，3200几嘛。啊，我第一届爬遮悬的山吼，互我会恐怖，互我惊讲我有高山症，会无舒服嘛。我常去药房，甲迄个医生讲，医生，我后礼拜要去爬山，要去爬玉山吼。啊，因为我惊迄个环境高山症会复发，你敢会当买，甲你摕两条药我先食，啊，互我会当平安安尼啦。伊讲好好，伊就贴药互我食。啊，到尾呢，伊讲啊，小姐，啊，你要去山顶，你敢有炸空气啊？空气敢要安怎炸？我就想讲啊，空气毋是喘气就好，为啥要炸空气？伊讲无哦，迄山顶的空气做稀薄的，所以你爱买氧气筒。安尼啊，我即马画互咱看吼，安尼，遮大罐尔，像即个可口可乐遮大罐尔，敢知迄罐空气偌济钱？5000块。200块。200块。毋知敢分几届，我毋知，我无开啦，因为我就想讲吼，互我炸的有味啦，啊无互我这体材爬到山顶，我先生嘛无在条甲我卷落来，你敢知？遮尔啊贵的空气200块，我就慢慢想讲。撑开，啊，无甲天公伯啊付钱啊，啊无讲啥物人甲天公伯啊付钱。天公伯互咱上宝贵的物件，袂当缺少物件，毋过天公伯也够甲咱收钱。无呢，无为报施呢，无为奉献呢，互咱人用，互万不用，互今生用，互天地用呢。咱敢了解？咱做事人种菜的就知影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嘛，对无？互咱种，互咱食，互咱卖趁钱来维持生活，敢有甲咱算钱？无啦，政府抽税金迄是政府啦，政府毋是天公伯啊啦。啊，天地无甲咱算钱呢。所以咱甲咱讲啥物？啥物是人的价值？学天学地，奉献牺牲，不为自己。因为天地万物都是行布施道。祖师老家己甲咱讲布施入道，有讲即句无？为什么？天地万物众生一切众生兄弟姊妹都要行布施道。一柄树叶啊，咱看咱天堂对面遮尔公园遮尔水，一柄树叶啊，伊嘛已经布施呢。你要想咱这两天空气无介好对无？你知因外加班的呢？伊无加吐气啊，咱敢有所有空气通好分？伊拢大家加班的，也是叫你无热分的，它一直吸收二氧化碳，一直给我们氧气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咱人敢袂珍惜，袂珍惜呢。啊，袂珍惜上体嘛是要互咱行布施道呢。啊，咱行布施道敢知？咱今日班的科学比喻啦吼，咱今日班的有50种。咱会行出这门仔口，去外口穿一盖，咱就会净化空气。用什么净化空气？用我们的肺部在净化空气呢。咱才有50台空气滤清机，敢知影？这自然咧插电的呢。所以空气愈歹，对人类败害愈侪，迄是啥物人造成的？自作自受嘛，人类造成的嘛。这2台空气滤清器哦，24小时运作哦，是毋是自作自受？啊，咱人甲天地共款，拢爱行布施道，迄是咱人的价值。所以咱今仔日来道中，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哦，更为着兄弟姊妹。怎么样以身试道？把咱的道，把我们的道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，像天地疼痛，咱安尼甲咱疼痛，咱来疼痛着兄弟姊妹，照顾着兄弟姊妹，迄那是咱的道，迄那是咱的价值。如果干那家己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，无想着别人，安尼咱人的价值无资格，无资格安怎回家，无资格。所以，诸菩萨拢是以愿力而来这个世间，来1届、2届、3届来度化兄弟姊妹啊！啊，再心有天道，心有灵道，事有天道。咱即马道化家庭，敢是咱讲灵道圆满，道化家庭，各位真贵价。人道成，天道尽，一体两面大前提，这是上基本的条件。要咱来度化家庭，对咱家己来改变，咱来和平吼，互好学来比例啦。咱来道场，大家拢做慈悲，大家拢做欢喜，大家拢做喜舍。问题是这种慈悲、这种欢喜、这种喜舍，敢有法度摕转来咱的家庭，摕转来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的迄个太太，还是先生，还是诸入心上，
迄那是重点呢，是不是重点？好学比例啦，咱一尾较自卑啦，吼，咱等下有一个求道人要来求道，咱敢有方便开车去来再来拜拜，咱有时间无？好无？无甲我应是无爱的，有好无啦？来再求道连求道到好，会使吼小挂一个车驶去载一个嘛吼。咱分到再来讲，某咪人啊，我要来买菜，你车开会做我来买两碟菜，我煮落你食好无？迄恁的工课我足无用的啊！要再道心求都有用，再太太去买菜无用，安尼叫做人道吗？各位坤道先生，爱公平，爱公平。咱来这个活动好学做荣幸的，有前辈才甲咱准备茶，准备礼品，啊茶搁烧滚滚安尼遮尔啊温暖。请问吼，咱的先生做菜转来上班转来，咱敢有讲啊来，咱一杯茶烧茶啉者，礼品手小切者，敢有？无啊，你一个学的啊，无啊，哎呀，老师嘛袂教。把道带来家庭叫做道化家庭，毋是讲你就跟我来听班，你无跟我来听班，我就上去。这毋是如何甲咱道中学的礼节规矩，摕来道家庭，疼惜咱的某囝，疼惜咱爸爸妈妈，安尼那叫道化家庭啊。啊，无咱的囝要甲人收，咱的翁仔要甲人收，咱的太太咱要甲人收。是照顾道士，就想照顾咱厝的人共款平等嘛。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，互我来想讲，互我进前听讲师讲，互我逐工拢摕一杯茶互好学先生食的。当听到伊讲，你怪怪哦，你来对我遮好，你是可来对我遮好安尼啦。刚开始袂管是一届两届，要啉烧茶无？啊，你要吃一罐无？关心，就像咱照顾新道进来，面巾茶，即上基本的礼节甲关心，毋是为着别人，是为着啥物人？原本咱家己的，毋通讲我倒茶互伊，我输完的是原本咱家己的德性，迄叫做生命的价值，布施之道。咱道场有一个妈妈啦吼，啊一阵仔娶媳妇，啊娶媳妇，咱互我知影嘛，足欢喜的嘛。啊一届咱迄个开班吼，开大班，100个新春啊，老岁做班，互我袂记开大班。啊好学吼，咱做遮尼足可怜，敢知影？迄工课拢。无人要互人做，我就去甲人抢洗碗做吼。我啥拢袂使甲我抢，我要洗碗，我去甲伊个阿姨仔甲我洗碗，洗。啊，我就甲阿姨仔讲，阿姨，你娶新妇哦，恭喜恭喜！啊，感受安怎？互我嘛足欢喜心哦。伊咧洗碗，看我表情哦，啊，就加洗一顶碗。为什么加洗一顶碗？因为新妇食饭无洗碗，食饭爱洗碗，所以就加洗一顶碗啦。听得出来哈，有一点点怎样抱怨哦，有点不满。本来洗阿囝的，洗查某囝的，洗翁的，怎么佫加洗一个碗又对不对？我讲阿姨，你着安尼想。咱今日日班吼有150几个道亲来日班，咱两个爱洗150个碗，咱一人爱洗75个碗，算80个，较好算80个。恁新妇一工食3顿，嘛甲你食3块碗。咱一中昼来洗80块碗，你安怎算？你搁洗1年，你嘛会好？为什么？疗愈愉快。媳妇不是兄弟姐妹吗？是不是？同修啊！媳妇是不是同修？先生是不是同修？太太是不是同修？祝福大家疗愈愉快，回家开始学习碗。唔通时常要不断洗碗搁了完呢？师尊老板，你两人讲用。公心办私事，私事亦公；用私心办佛事，佛事亦私。公事、私事，众圣轻凡不在地点，不在场所，众圣轻凡在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是为了大家，没有自己，那个叫做盛世。我们的心有计较，有毛病，有比较，那些就是私事。在佛堂排桌椅，拢我爱摆，后无人要甲我倒摆。请问这是办盛事还是办凡事？凡事，在佛堂排桌椅，你起了暴逆、抱怨，起了无名，起了嗔恨，这不是做佛事呢。佛不会抱怨呢。我在家里拖地板拖得很干净，让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还有儿女都很高兴。我一片恭心对天，请问这是私事还是凡事？
这是天事还是人事？天事。你敢了解？是咱的心的问题，所以老师语句来讲讲，生由人道成，死由天道。你人道圆满，天道就成。人道叫做什么？做人的道理嘛。做人还得力后，摕中性礼义良知，要咱甲这八字用喺咱的心胸，啊，搁用喺咱的相爱的家庭，啊，搁相爱的同修姐妹，迄那是重点嘛。再来，生是可喜，死是可贺。咱即马生囡仔，咱的媳妇也是查某囝生囡仔，有红卵，有鸡卵糕，啊，搁有啥？油饭嘛，吼，叫油饭嘛，油饭我嘛最爱食。我讲即马无啥爱生，所以我拢会过年当做油饭食。咱个人出世，咱就会请这物件。问题是咱人的过身，咱敢买这物件来请人？袂嘛？迄互讲这人吼不好，这人怪怪。哦，无下着世界是社会标准嘛？可是我们思考哦，咱来思考哦，咱的正三点来是离开偌久啊？14、13、14。我几年啊？10几年了啊吼，哦，12年了，好准备。像咱正三点来是踮咧武圣宫嘛？迄个伊是写着武圣宫嘛？啊，所以咱正三点来是有离开嘛？伊是踮咧五圣宫嘛？啊，前几只就讲无啊，迄四大家遐迄个假的嘛，假的嘛，啊，囥喺遐，互咱有一个怀念嘛吼，有一个所在去拜拜嘛。啊，你互我搁问吼，今仔日开即个 K 米班，请问咱正三点来是敢有来？咱相信伊敢有来？无相信，有相信伊会来无？伊才听说咱合成单位同学哪有可能无来？一定会来嘛，是无？啊，假的踮咧讲圣宫，啊，即个伊踮咧天恩堂，请问伊敢有离开即个世间？啊，即个假拢伫啊，伊敢有离开即个世间？有无？无呢，他没有离开我们呢。同修后学在讲是我们在伤心什么，我们在难过什么，只要走这一条路，能够回天复命，能够归到本位，回归本位，那无离开。后学在做点避雷哈。咱看外口的树啊，吼，这是一丛树啊，这是伊的根，这是伊的树叶啊，吼，我较搁画一下吼，歹势。咱讲即个树叶，经过春夏秋冬到秋天风咧扫，伊这树叶会落落来，这落落来叫做啥物？落叶归根嘛。一个树叶生，一个树叶死，生出去互你看着足欢喜，死了落叶归根，待在土内底。请问，即个树叶生死之间，伊敢有离开即个地球？有离开吗？所以如来无所从来，无所从去，无来无去，安怎无代志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以爱因斯坦跟物质不灭定律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，我们也没有离开过，一直都是如在，只是一片叶子落叶归根，它叫做主莲。问题是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办法落叶归根，回复本位？问号，咱袂当问题啊，因为咱脾气无变无改。咱的个性无改，咱压力无消，回不去。所以今天超前部署，不是讲咱一定要做这些轰轰烈烈的事，不是。这个咯，爱会当回家，可以回到本位，天道、人道、地道，我们可以归于我们应该的位置去。咱目前头拄有讲哦，倒一个是咱有兴趣，咱就转去遐，咱要找倒一条路，咱可以偷偷爱想清楚哦，安尼是一件欢喜的代志。所以咱看艺术大仙，虽然离开，不过咱有为伊欢喜无？有啊，咱的迄个正三点来师，咱有为伊欢喜无？是啊，可喜又可贺，因为生命的对待存在。所以来讲超前部署，第一智慧考，这个办法一到这个时间要超前部署，会考验无？会考试都爱来呢，无考试咱无法度摕大学，无考试咱。天道爱考驾照无？爱啦吼！啊，天道互我问一下啦吼，咱去考驾照，考，无小心压线，哔哔。